今年伫屏东举办的台湾灯会，运用上新的科技、无人机的表演，互真侪人赞叹。所来这两件嘛是出动着无人机，为活动带来着话题。先来看台南科学园区的自造基地，今年委托成功大学的航太系，就是运用无人机，这个月26号要伫台南土城正统龙女门的圣母庙为妈祖暖寿赐杯。到时阵会有100台的无人机伫夜空来展现妈祖庄严的形象。暗时有100台无人机伫空中造成妈祖慈悲庄严的表情，唔但有庄严版，也有古锥版的妈祖。无人机变化出缤纷的色彩，造成妈祖笑眯眯的模样，真古锥。为了替台南土城正统龙女门圣母庙妈祖暖寿无人机的表演，这个图真特别，唔但有现象授图，佫会变出飞龙甲凤凰盘旋空中伫甲祝寿。这是台南科学园区自造基地委托生态航太系为无人机的制作、图的设计、飞行操作，拢是台湾家己研究的。表演的地点是在比较靠海边的哈，所以风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其实经历几次的调整跟改版哦，都把它加大，那结构把它加强，让它的抗风的能力可以提升。南科自造基地培育科技人才，进行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夏威夷时，捌拄着一名参加机器人比赛高中生，佮将相片铺伫面册顶面。南科 AI 自造基地表示讲，为了吸引更较侪人，进入无人机的领域，甲各大学合作开办更较侪相关的课程，来培养更较侪科技人才，为国争光。